等等，我在这里感谢你饶了陈琳。给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看人去死的，一定会出现奇迹的。没有奇迹，我也会创造奇迹。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，可我不想那么做。三公主对韩某，当真没有半点防备。哎呀，这二郡主好剑法呀，不比城主当年差。好剑法，二郡主不仅学识渊博，武艺也精湛。少城主卓考将近，你可要勤于习武。等日后你得了武职，我还有需要你帮助的地方。您放心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等您当上少城主，我一定尽心辅佐。少城主卓考，我和芊芊皆是候选人，谁能当选，犹未可知。您就等着瞧吧。陈芊芊绝对没戏，此事不必在意。嗨，三公主，陈芊芊，比一场。你这伤还没好呢，这等我伤好了，我打得你心服口服的啊！你什么时候那么娇弱了？脱个臼到现在还没好。我看你就是怕输吧？我就是怕输，不比我就不会输。陈芊芊，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？离裴思君远点！他怎么？他的武功？陈芊芊不会武功了？母亲，你召见我。芊芊，听说你最近勤勉了不少。当然，我最近真是非常听话，谨小慎微，特别的乖，生怕闯祸。听说你的府上倒是添了不少的乐人，怎么最近贪玩不少？难道你忘了你是义城郡主了吗？母亲教训的是，女儿知错了。不，母亲，你真的是误会二姐了，是韩硕把所有人送到二姐那儿去的，二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姐妹情深，你就不要再替她开脱了。禀报城主，对于少城主卓考一事，我有一个建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哦，说来听听。我花园城向来是女子当家，连司军一职也是由女子担任，而少城主是城主的继承人，更是文韬武略缺一不可。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对于少城主的选拔却只有文士和策论。城主何不让各位郡主也参加武士？武士，二郡主和三公主武功卓绝，尤其是三公主更是身手不凡。在花园，她陈芊芊敢称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。该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我高考无望了吧？为了我单加了个体育加分项，林七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心？二郡主陈楚楚，非城主亲生。陈楚楚非城主所生，陈圆圆又身患残疾，那花园城的继承人就只剩下陈芊芊一人了。只要我们毒杀陈芊芊，城主必定拿出龙骨相救，我们趁机夺下龙骨，您的心疾就可以治愈了。
少君，您还在纠结是保您的命还是三公主的命吗？上次密信走漏风声一事，我已经查到幕后之人了。何人？